来这件是这个国民党立法院的总调鲍坤奇，伊所提出的花东快等等建设条例，要拼伫个520进前三读通过，上紧明仔载立法院会就会来表决。民进党为着要反制，是请这个行政院提出着复议案，嘛无排除要申请释宪。国民党是来回呛讲，当作司法院是民进党开的笑。花东快是赖清德总统到花莲所承诺的。赶伫520大清的就任前，鲍坤奇甲民众党联手要拼花东快速道路建设条例三读，加上另外一案宽度高铁嘛过协商的领导期，上紧明仔载伫议会队表决。毕竟这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，违反了宪法第70条，违反了好几个大法官释字的精神，所以释宪的作为，我们一定会努力去做。可能当作软脚虾，民进党团规期点绝招，爱行政院提复议案，经过总统许可10天内就当进入复议流程，立法院刷来就当伫15天内做成决议。只要立法委员一半以上投票维持原案，那呢行政院长就会使随接受决议。最后的手段就是申请释宪。就这样把属于人民的纳税钱，就这样短短的几分钟就让它失去。所以我要再次强调，请国民党现在回头是岸，提出复议案，这个是在立法院里面它的程序啊。那么我们也予以尊重，但是你要释宪这样的案子，凭什么要释宪呢？司法院就是民进党开的，才会有这么离谱的一个说法。若是最后释宪认定条例违宪，宪法法庭会裁定暂时处分。就算三读通过条文嘛无效，何况交通部之前有讲过，花东快速道路等等建设案无法度推动。他先把你的民主先完全颠覆了以后，行政权被没收以后，接下来5年以后，他是要做一些完全破坏你执政的工作嘛。民进党呼吁国民党回头是岸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